讲到这个大水雨落几啊天，和菜西拢伫咧浸水，这介绍嘛拢是直直起来。主管区农会表示，已经是3天拢无收到菜西啊，也赶紧把进前变起来菜西摕出来稳定介绍。大雨总算是变小雨，高雄主管菜西专区遮真侪田的水也未退了，油菜、小白菜拢互雨水拍甲烂去啊，剩番薯仔菜甲硬菜。 会当挂的农民已经挂起来，毋过品质真歹，采收一车的硬菜拢互人摕转来。阮昨拣到落水个呢，安尼阁无效你要看。昨毋是搁你落雨，这菜是安怎来啊？阮昨水底雨的是咧，田底水底雨起来啊。这的硬菜紧紧的勉强会当出货，其他的菜色拢烂去啊。 主管专区种30架的菜西，即摆损失严重，农会赶紧甲种前冷藏的高丽菜甲别项菜摕出来抵押。已经差不多3天，农民无进货啊，无进货原因就是雨伤大，雨伤大，你若水无摕，伊规个农田内底是拢泥泞，规个拢落花麦，所以嘛无好采收，食甲根茎类，根茎类伊毕竟较无受损，价钱嘛较平稳。 即摆大水雨，高雄农损2、3千万，面积560公顷，主要是菜西甲瓜仔类水果。目前菜西价销已经起价，大麦1公斤要50块，冷藏的菜西唔知影阁会当冻偌久。主管农会按算，上紧爱1个月产量甲价销才有可能平稳。记者陈嘉文、刘伟哲高雄报道。